德山镇公所每一年举办的德艺灯会真受好评。每年兔仔年的主灯即摆开始来筹备，共有8米悬，特别邀请到德工艺家刘兴德老师来设计。 当年拢真受欢迎的德山德艺灯会，即摆邀请到专家设计明年兔年的主灯，特别结合在地特色德笋加德家古灯等，想要让游客看到德山镇的水。这是明年的兔年，当然就有兔子的表现。最主要的是让全国的民众如果可以来看到我们竹山它竹子的美。 用特殊的手法表现出兔仔毛佮德笋的壳，还有五彩的布，看得出来刘兴德老师的用心。再用技法去呈现。像这个兔子的话，所以它这是乱中有序的一种，那它就会呈现出它毛滑的感觉。 除了灯会，也有真侪精彩的表演。咱的乡亲若有兴趣，年底就会使去德山看古水的兔仔主灯。